加拿大针对高龄化甲少子化的趋势放零移民的政策，所以伫8天内就发出250万张的永久居留证，结果煞受到这造成物价大起甲厝变贵的结果，所以互愈来愈侪移民甲学生离开加拿大，去物价较低的国家。55岁的妙茂是为缅甸来，伫加拿大生活超过30年，伊经营房地产甲餐饮事业真成功。毋过讲到退休规划，加拿大毋是伊的选择。I'm worried about the retirement as I get older. Living cost is extremely high in Canada right now. 加拿大本来是一寡移民经营新人生的理想国，毋过是去控制管物价甲大房欠款，互愈来愈侪移民被逼伫他乡艰难的生活。2019年，为入到湾内多伦多大学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斯坦库斯，干那厝租每个月伊就爱开加币2000块，差不多是台票4万6，佮加其他的开销支出，互伊压力真大。PhD students end up working part-time or full-time jobs that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esearch. 加拿大政府为着因应高龄甲少子化趋势，放定移民政策，短8年核发250万张永久居留证，煞造成房价大起。11月份政府宣布，2025年开始，当年的移民人数上济是50万人。毋过愈来愈侪移民还是学生囡仔已经拍算要走，准备去物价较俗的东南亚还是南美的国家。另外一个互人当作移民入门的国家澳洲，11宣布限缩国际学生加加技术劳工的签证规定，除了提高国际学生的英语检测分数，学生囡仔延期居留申请嘛会变较严，预定未来2年内移民的人数会减少一半。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bring numbers back under control, that we build a better planned system around essential things like housing,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of all, that we build a program that delivers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. 澳洲为了解决疫情了后产业大欠工的问题，第2022年增加移民的人数，澳洲净移民人数一定会达到创纪录的51万人，这互本来就无够用的租厝市场更较严，造成移民的人数增加真济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